时候，对死亡会有一种很无助、很彷徨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也可以说是一种恐惧感，也不尽然是啦。所以到了我青年的时候，慢慢长大的时候，这种感觉都慢慢消失了。那么接近过了30岁的时候，这种感觉又很强烈的倒回来，尤其是接近40岁过去这几年的时候。那么这种感觉让我对死亡好像有一种很无助，很害怕，很彷徨，好像人死了之后呢，会去哪里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在问。我认识 Kechela 的第一次是在 Lot 10的 Outlet， 那年是我的生日，当时是去年的事情，2月的时候，因为那时我心情很低落，也有很长的时间心情很低落。后来我的太太就带我去散心，就好像逗我开心一样的，就去 shopping 就跑到这个 Lot 10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科切拉的佛教中心的文物中心的佛像，看到这个杜姆的佛像，绿杜姆的佛像，那么我就赶快走进去看。之后他们介绍了科切拉中心呢，让我认识。过了几天，大概1个星期，我就去了这个邦沙的 Outlet。那么从那里我就认识到阿妹乌他就跟我讲了一点很简单的佛法，他告诉我很多有钱的人呢，为了要去找钱赚很多钱的有钱人可是当他遇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还是很无助的感觉，还是很无助，而且很多问题也解决不到，不是很多事情不是这个金钱可以解决得到的。他告诉我大概是这样他告诉我这很简单的佛法。后来他就介绍我这个 DVD， 我听了之后，原来是仁波切所讲的佛法。所以我感觉到哇，这个佛法真的是好像有一种活生生、很真实的感觉。那么那时我的念头就想到，这个佛教中心真的是可以值得我去探索一下。之后我就星期天的时候我就到科切拉去参观，就这样一直到现在，无间断的每个星期最少会有1-2天都在科切拉中心。第一次去科切拉是参加文殊儿童班，那么其实我很渴望带我的孩子去佛法班的，就是找不到一个很合适的一个地方有这种佛法班给儿童的。我知道佛法对小孩子从小学习佛法是很好的。我有2个孩子，大的是7岁女儿，小的是儿子2岁。那么这1年来我的孩子在这佛法班呢，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是学习不到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太过以这个物质，甚至于以学业的成绩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我觉得这个是很不正常的，很不平衡的，很不正确的所以我的孩子在佛法班学习到的佛法呢，他日常的生活就是说比较会尊敬父母，比较会尊敬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他的朋友同学他很受欢迎的。我的女儿，因为她很开朗所以这种关系我觉得是在书本上学习不到的。星期天我带我的孩子去儿童班，那么我就无所事事嘛，我就去这个英文的文书班，然后每个星期我都会到这个中文的文书班那么在中文的文书班，其实不至于是教佛法了，就是一种分享所以我觉得我是第一次，好像教书我从来没有讲过佛法的。那么在科切拉经验，这个经验是很新鲜对我来说，而且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会做这样的东西的。现在我是刚开始分享这佛法，主要我是想把仁波切的教法跟所有的 member 分享。除了文书班呢，我还有每个星期我有去参加这个英文的 Setra Puja如果有或者是中文的 Setra Puja 金甲一佛法会有时偶尔我有空的话，我也参加这个黄财神法会的。其实我是很喜欢法会的
我很喜欢念经，念经的时候可以让我很安静啊，而且没有烦恼。念经过后也没有烦恼。不过这种快乐呢，只能够维持2、3天罢了。这2、3天过后，又还原了本来的自己啊，脾气不好啊这一方面呢。所以我觉得还在克切拉中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除了法会呢，能够不让你在这个佛法工作里面，你可以学到。我觉得修行不是单单参加法会罢了，因为修行是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佛法融入生活中那么克切拉就是有这个平台，有这个环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实践这佛法。而不是只是念经罢了。那么念经是修行的一部分，当然是很重要。以前我的脾气很暴躁很自我。比如说人家超越我的车，我也是很生气的。我一定会跟他我一定会跟他不至于是超越他了，有时候会发脾气的。我现在觉得是这种事情就不对咯。而且有时候回到家里人有时候有些事情我看不顺眼了，我也是发脾气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现在就脾气慢慢的减少，不过还是有啦，有时候还是会有的。可是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内疚感之后那么而且你会知道，做了不对的事情你会知道，那么时时会警惕自己咯。那么现在教法里面最重要是说，他说教我们学修行的是要内心的转变。那么在内心的转变，现在我感受到一点点可能就在这个改善这脾气方面这方面了解一点点。现在我还是怕死的，不过内心是比较充实，而且很怎么讲，有一种依靠有一种依靠，就是因为仁波切的教法。和我去参加那种法会，而且本身自己在家也是有做这仪轨，那么让我的心能够定下来，觉得有一种依靠咯，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死亡。很多人以为死亡是一种结束，其实不是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去自杀？他以为自杀就是一种痛苦的结束，就好像我去年有个朋友，他自杀了。原来他是有很严重的忧郁症，之后他自杀过后，我才知道的。所以现在让我有一种感受，就是说，能够把这佛法跟其他的人分享，减少他们痛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学习佛法呢，不是在书本上而已，最重要的是把这个佛法活生生的把它实践在生活上。以前我是时常看佛书，但是现在才了解怎么样把这佛法用在这生活上。我现在最重要我的想法就是说，把我现在的有生之年呢，把这个时间，仁波切有提过的，他说把这个时间呢，58%投入在这个佛法工作上，那么58%你还可以继续去追求你世俗的物质上的东西。所以以前我们是180%，我是180%把的精力放在这个世俗的追求上面。不过现在呢，我的看法改变了，那么我会尽量把我的时间安排多点在这个佛法工作上。